伫咧高雄凤山一个大圳沟有发现一个死去的红婴仔，在大个也未加。这个警方是有找到放杀囡仔的28岁老母，因为经过相验，红婴仔出事的时阵可能还阁会喘气，所以这个老母是涉嫌遗弃致死，幸后以5万块交保。救护车到的时阵，伊有远景到场。高雄凤山区瑞兴路附近的河堡大牌18透早，有人伫个桥底发现一个查甫婴仔装伫塑胶袋内底，身躯还有在大，检判出事才几点钟，救现时阵已经明显死亡。经了解，是一名28岁之女子于17号于家中早上，未至医院生产，而将婴儿装塑胶袋，弃置于凤山溪畔。本来这一条是属于防汛道路嘛，以前是没有通，那现在打通了，晚上车子都很多。警方先找到查甫婴仔妈妈，经去了解，伊今年28岁，一人大，目前无婚约关系。17技师伫厝内底生囝了后，骑车出外平调了后，就去病院，互医护人员发现问题报警。警方调查也要追查查甫婴仔爸爸身份，检察官18下晡相验遗体。检察官相验后认为，婴儿的母亲涉及遗弃致死罪嫌，交保5万元，另遗体的部分安排下周复验。初步检查，查甫婴仔生落时阵，疑似也有生命现象。这妈妈涉嫌遗弃致死罪，检察官核准了后5万块交保。社会局已派社工关怀家属提供协助，经查，该生母无相关通报记录与福利身份。查甫婴仔爸爸身份也在调查，警方初步排除涉案可能。社会局表示，查甫婴仔妈妈无相关通报记录，也无合理身份，已经请社工介入，也提醒民众因为有心或者生活发生困境，应求助相关机构提供资源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